以色列指控讲，哈马斯就伫这间西法病院的下卡设地下总部，所以连续对病院进行空袭。伫昨昏，以色列的军队阁对这间病院进攻。目前加沙已经进入雨季，若落雨，积水嘛拢袂退，所以灾民的生活即嘛是真艰苦。病院内底阁有一堆尸体无法度处理，即嘛有可能会随时爆发公共卫生的危机。14是加沙入冬了后头一个落雨天。雨水程度空袭了后，累积的营业，互空气变得较清气。不过雨季到位，加沙的人民煞是无啥欢喜，因为因避难大的布棚无法度制载透风落雨，伫雨季的时阵，随时拢有可能会放弃。The systems are not good enough to absorb and absorption and all the sewage and water management and all of this. So the streets would really flood. This is in a normal day. 雨季互加沙的民众伫正经的生活是更较艰难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，当地因为啉的水环境恶化、无法漏泄的情形，累计到今已经有3万的病例，是平常时的15倍。若雨季造成的积水，恐惊引发更较侪传染病。若加沙上大间的西法病院，内底有放120外具遗体，因为以色列也被批准会当落葬。伫淡湿佮无通风的天气，病院的气味是愈来愈歹味。The very bad smell there, and we are sure all kinds of infections and diseases will be transmitted from that one. 有民众报告以色列感受批准，就是伫病院附近，就直接把这个遗体抬起来。以色列甲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，加沙的病院持续伫医疗物资严重欠缺的情形之下，13传出西法病院加护病房的5个患者，因为欠缺上述的设备，全不幸死亡。红眼病房的保温箱嘛因为断电，几下早产的红眼去互紧急转移。不过以色列并无暂停对病院的戒备。Hamas and PIJ members operate a command and control node from Al-Shifa Hospital in Gaza City. 以色列连续几日天空袭西法病院，15透早赛战车攻入去病院内底，要求内底哈马斯的成员都在投降。联合国预估，病院内底收留的病人甲民众可能超过1万人。都市要行动，互民众的困境是无比严峻过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